好，啊，了讲，我倒去问阮小花看卖一个，就 OK。啊，只你都无后句就甲我迄个甲我text 讲 OK， 我真欢喜吼咱今仔日会当金牧师来到咱中间，那么也感谢迄个文华社吼，咱真欢喜伫牧师伫 LX 两个在伊甲因兜啊，则就对伫中间伊款待伊。我本来甲文华讲，牧师若要带几日嘞？检测要带一礼拜，伊讲不要紧，我要带去 Las Vegas。但是牧师伊咱拜透早就要倒去啊，吼，安尼吼而且我来感谢文吼伊个替咱的咱的 design 这个flyers 吼连咱两间教会会当做伙，会当来有联合圣歌队感谢迄个红叶吼来指导咱阮教会也已经有准备啊，为着要唱圣歌队，后方讲输人嘛无输阵啊，吼，总嘛有偌真热烈的拍拼，已经两三摆啊，多谢平姐来阮带领吼，安尼，不然我确定将下骹时间交互陈牧师，吼，谢谢。我毋知我甲咱中间足侪人熟悉嘞，吼，因为还未叫进前就熟悉，还有的是我的同学吼，所以而且感觉讲像迄落回家的感觉，所以感谢主，咱伫主的内面拢是一家人。第二堂讲慢慢来甲咱大家来思想，是。圣神的内面的精神，所以我请咱同心来祈祷。主愿感谢你，互阮今仔日斗阵伫你的厅内面，搁一遍通过主你家己的话，阮毋茫来思考，阮要安怎样活出基督的款式，求你帮助，求你引带，求你带领，求你扶持。阮甲主感恩。求主引带，求圣神伫阮的中间做奇妙的工作，用你的萝卜做你的器具，来将你的话讲得清楚，也帮助兄弟姊妹听会明白，阮听的甲讲的，拢白白受造就伫你的厅内面。我甲主感恩，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伫拄则迄段讲，咱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当然是规本圣经的中心，耶稣基督毋是干那世界的中心嘛？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当咱了解这个事时，咱愈研究、愈思想、愈吟念，咱愈会通知影，咱所服侍的主真正是真可活的上帝。我伫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基督有甲伊的学生讲一句话，伊讲我无来过离开恁，总是我袂放恁做孤儿。弟兄们，咱听这句话，毋知你的感觉安怎？耶稣基督伊袂放咱做孤儿，迄个意思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无要离开咱，伊免怎无离开咱？伊甲咱讲，伊要赐派圣神来地球。你知影耶稣基督讲这个话，是伫要受掠的迄个所讲的话。过当日耶稣要掠去互定时计，伊也先无人知影，所以也先嘛无咧准备啊。伊敢若听到耶稣讲要离开尔。就感觉怪怪，你也注意看，约翰福音14章的是你要经过耶稣讲足清楚的。讲我要比恁较大先去，我去的时要去为着恁准备所在，准备好势要带恁去。
所以耶稣讲，我要去的所在恁知，迄条路你嘛知。耶稣后生问讲，主啊，你要去对，阮也毋知啊，迄条路我更较毋知，无你是咧讲啥？耶稣讲，我就是真理、道路、佮活命。若无人通过我，就无人会通到天父遐。所以我是这话足水足水的。但是我去想着耶稣基督要定性的进前，伊所讲这话，甲佛教的佛道要临终的时，因佛教讲个做原籍吼，原籍所讲的话完全无共款。迄佛教的佛道要过进前的时，伊甲伊学生讲，我到单无法度通带恁。我离开恁，啊！恁家己拢爱去找恁家己的明灯，因为迄阵有一个阿兰尊者讲，听到讲伊要去啊，伊讲世尊啊，若你去了，我要安怎？伊讲恁家己去找恁的明灯，所以兄弟我迄差足济。啊，佛陀讲一句话讲，不是什么意思？不是悟道者。悟道者，就是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本身。耶稣唔去找着真理，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所以啊，弟兄们，迄个无共款的程度，无共款的 level， 迄是差足济。耶稣基督讲，我无放杀恁做孤儿，啊，我要甲天父请。请天父差派伊的神就是圣神来，所以圣神来，圣神就是三位一体第三位家神，伊要来世间，成做咱的帮赞，成做咱的引带，成做咱的带领。真可惜，伫这个时代吼，有真侪教会，特别咱传统的教会，较少讲圣神。伫讲堂的顶面，嘛真少咧提到圣神。咱有讲真侪圣经，咧长老庄拢会啦吼，长老庄有书拢会讲圣经，啊，毋过讲圣神的比例足少。啊，所以吼，有当时会有人误解什么？讲咱的三位一体上帝叫做圣父、圣子、圣经。啊，这吼是真做真严重的问题。啊，未记讲圣经第指明的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甲圣父上帝、甲圣子上帝是三位一体上帝。我会记伫迄个 TBC 的联席会时，我有讲到三位一体，但是我无会遮搁强调三位一体是啥物吼。不过我直接要甲恁讲，足侪基督徒，包括牧师伫讲台都安尼讲，三位一体。上简单，就是一个上帝有三个位格，安尼三个位格要安怎了解？就是一个上帝有三个不共款的角色，真侪人安尼讲吼。啊，三个角色要安尼讲？像讲我用我做例，我伫教会内面听弟兄们叫我牧师，啊，我等于阮厝，阮后生叫我啥？爸，啊，我等于阮老爸厝，阮老爸叫我啥？叫我囝。啊，所以我一个人三个角色。我以前嘛是安尼是安尼嘞，毋过当我去互圣神摸着了，我才发觉讲，真正乱来，我袂讲。兄弟们，你若有即款想法哦，拜托，迄是100%错误。是安怎讲？那圣父、圣子、圣神拢共一个吼。啊，耶稣伫地面上的时拢常常咧对天父祈祷，对不对？耶稣定祈祷几项咧，对不对？啊，伊祈祷了，伊咧对阿爸爸上帝祈祷。啊，若圣父甲圣子共一个吼，因着祈祷了，对阿爸爸祈祷了，爬去天顶，囝，我有听你祈祷，你有感觉足奇怪，对不对？耶稣基督互行洗礼凡洗礼了后，伊对约旦河起来，讲安那天开，啊天顶有一个声，讲安那，这是我所听的囝，是我所欢喜的。你啥讲的？
阿爸别讲话呢，迄毋是阿祖个飞机顶讲，你是我所生的囝无呢？啊，有人间搁怎来？搁有一个，搁只钱啊，搁一个像粉鸟啊呐，啪啪啪啪啪，对天顶降落来，啊，耶稣基督身上，还是啥？圣神，迄足清楚三位，啊，迄个质，迄个质吼，你知影中文的翻译讲三位一体吼，我是无啥同意啊。从会容易吼，感觉讲吼，咱讲一个身躯三粒头啦，三位一体，迄是足大的真容易互人误解。其实毋是，迄个质是unity合一的意思。迄伫希伯来文的圣经内面吼，特别伫迄落新明记地啊，怎讲迄落做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真的上帝，唯一的上帝，迄个真伫迄条语内面，希伯来语叫做 ehad，ehad 的意思是啥呢？是合一的意思，毋是干那一个意思。所以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神三个合做一个，迄个意思是因合一伫内面无有甚物款的。所以你若读到启示录第4章、第5章，伫遐咧讲啥物？讲三位一体的上帝伫遐现。第4章是咧讲圣父上帝，正天在底安怎敬拜？啊，第5章开始圣子耶稣基督出现，我捌讲过，所以我无要直接搁重复。所以我较爱讲三一真神、三一真神，较清楚。所以，我即摆要来甲咱大家讲圣神是啥物？圣神真侪人拢甲圣神当作啥物？是一种power，一种力量，也是一种能源来源啦。你即摆，咱若将圣神当作一种dynamic power，是讲有一种力。我甲你讲，咱台湾人有一个足出名的神学家。都讲讲，伊相信圣神是一种power。哦，我听一个头壳火意。因为怎话，咱若有迄款错误的思想，毋互咱改变。圣父、圣子、圣神拢共款。啊，是安怎圣神真容易互人误解？讲迄干那一个power尔。因为圣父上帝，咱知影迄为阿爸爸的形象，啊，迄就是个为假。啊，咱知影圣子耶稣基督就是。囝的形象，爱去出世做人，所以咱知影圣囝咱嘛无问题。所以圣神伫圣经内面的彰显，甲咱即摆经验着圣神，拢共款。头一人圣神耶稣讲安怎呢？伫约翰福音讲伊真个活水江河。啊，若活水江河，你拄着迄个水底流到真紧，你敢袂讲哦？你活水江河流了袂歹，你袂安尼讲。啊，再来讲圣神真火，我降临伫迄个树道的下头角底。啊！你拄着火时，你嘛袂甲火讲话。啊！了后佫讲圣神是啥物？圣神是风。啊！你拄着风的时，你嘛袂讲哦，风你甲我吹甲诚爽快，袂咧。啊！了后你拄着圣神，无圣神佫讲圣神真粉鸟，真有钱啊！啊！你嘛袂甲粉鸟讲话。所以为着安尼，真容易互人误会，讲圣神是啥物？是一种能力尔。其实毋是，迄是圣神彰显的现象。是安尼，啊，佫说落去真出名所在，是啥物？圣神伫圣经内面讲，伊本身是神，伊是第三位家上帝。啊，所以你若注意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讲吼，你若甲圣神当作一种能力的时候，会差大尾，因为啥物？你若假说我知影圣神是一种能力啦，你就想要去，安尼用迄个能力，啊，摕到即个power了，你要安怎用？像讲你即摆有这电火无？电哦，啊，你知影讲哦，这电真好，啊，你知影迄是个power，你就要安怎样？甲利用即个电，啊，互伊会通来做你的工作啊。所以你甲做电管，啊，电入去，伊就发光咧。啊，你做冰箱，啊，你电甲插落去，啊，冰箱就功能出来，就冷咧。啊！你甲插落去烧，迄个热气炉内面，啊，会产生热气咧。啊，你会当照迄个动力，照迄个能力，啊，甲分讲你要爱伊，我会做啥？
啊，你若将上性情当作一种能力时，你就想要，我甲这个能力摕来我的身上，我要安怎样活较爽快？啊，我要安怎样来考试？这款观念有足侪人伫头一摆经验性情的时，拢会无解，啊，拢会想要安怎样用性情的力来互我家己爽快？性情毋是要互咱用，性情是要用咱。所以我甲你讲吼，要经验性情是真重要。啊，咱若要经验性情吼，爱足小心。所以为着咧，咱台湾教会侪教会拢安尼，干脆莫讲啊，莫讲较袂出代志。啊，你有法见讲哦，有诶灵魂派好足厉害，啊性情来啊，牧师来啊，发性情来哦，啊讲一个做拖瓜过去，我唔敢。哦，那么我爱迄。啊！大家想讲性情来就爱做多过去，迄拢毋对。迄是几啊种彰显的内面的一种，无得甲迄个人有写成的，咱毋知影。所以有当时毋通将性情的表现一种现象，总啊规定讲迄个性情。所以伫今仔日个教会内面，足侪歹的现象出来，就是对性情无清楚，啊为着安尼有足侪无共款的派出来。啊，其中一项上歹的就是利用性情。你知影吼？我甲你举一个例，伫差不多20几年前，伫 Toronto 有一个 Toronto Airport 一间教会，因教会性情来，啊，迄阵教会大好景，差不多有2、3年中间，迄间教会吼，逐摆礼拜拢几啊万人，世界各所在拢来。啊！迄个时阵有一个真重要的现象，就是啥物？性情来时，啊，大家注意，每届真多时吼会笑啦。有啊，老目细了会笑，还叫做 Holy Laughter， 正笑哦。啊，惨啊！以后变做啥？你毋知？变做一个现象，就是讲你有性情充满，啊无讲性情充满，你有笑。啊！你若有笑，表示你有性情充满；啊，你若无笑，就无性情充满。啊，这到尾啊，偏去，到什么程度了？到几年了，2、3年了吼。哇！迄教会遐侪人咧聚会哦，啊开始偏去。到一摆足大型咧聚会时，大型咧聚会时，有一个华语的牧师，伊讲甚至感动伊面啊。讲要学狮子，狮子的吼叫安尼，哇！啊，就安尼叫，我等讲，因为圣经内面讲耶稣亲像狮王吼，我你真尊严。啊，结果无偌久了，讲，人讲，圣经感动我学鸡叫啦，我咧咕安尼啦。啊，有人讲，圣经来叫我学狗叫，安尼啦。啊，操啊，圣经来煞变做动物园。啊，到规个偏去咧。我后来我去参观啦，我去加拿大去讨论遐会时，我拜托遐个教会有人带我去，迄阵已经性情已经差不多无伫遐。去礼拜的人，我台湾去遐礼拜，已经差不多剩几百个人尔，后来就无去。所以捌性情真重要，毋过若有错误观念偏去了，啊就出问题。啊，即马有一个这 Pentecostal Church， 就是这五旬节会吼，因咧强调一件事，你若信神，你有经验信神，你也要讲方言。啊，你若不要讲方言，表示你无信神，迄毋对啦。因为圣经无安尼讲。我有一摆对台湾，我捌一个牧师，啊，对台湾敲电话我，啊，对牧师啊，我听讲迄个做PMI 迄个学传牧师吼，伊不是讲基督徒无一定爱有信，会信神充满，无一定爱讲方言。啊，有影这个代志无？我先啊，讲迄错误教导，我讲吼，某牧师，我甲你讲，毋是你啊，穿安尼教尔，我嘛安尼教。你若安尼教，我讲毋是干那我安尼教尔，圣经嘛安尼教。伊拢无会做，所以你想话，
咱爱倒转圣经的真理，迄足重要，袂使离开圣经的真理。毋过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话，圣经是圣神，圣神是圣经的作者，所以咱毋通袂记哩，迄个原作者是圣神。所以为着呢，我是遮鼓励咱大家，捌圣神相当重要。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规律，特别你要服侍主，你若无圣神的规律，你做袂久啦。所以圣神，我伫遮要甲讲，伊有伊的位格。圣经圣神的位格是啥物？伊位格，互咱我拄则讲过，伊是第三位格圣神。迄个圣神的位格，伊吼是敢若外表看起来，敢若像迄物质的物件来尔，其实伫圣经内面在讲伊，甲圣爸、甲圣子完全共款。像伊有知觉啊。像记一个咧，伫有所第4章30节讲安怎，讲圣神有啥物会担忧咧，会发怒。但是话你讲到即句话时吼，我讲到即句话时，我只要请咱足注意，圣神的担忧吼，咱爱足小心咧。是啥物原因咧？因为圣神担忧头一个形象，圣神啊为着某人担忧。迄个人开始在要离开上帝，搁来第二，圣神若开始为着一间教会咧担忧的时，迄间教会差不多要死啊！啊，圣神若为着一个宗派咧担忧的时，迄个宗派无偌久会无去啊！啊，遮个后无要紧，迄个怎话？我有一日在灵修的时，读到以赛亚63章一句话，我惊一跳。我请你来看迄10号。以赛亚63章，以赛亚63章。第9节到第10节这2节就好。以赛亚63章第9节讲安怎？讲因伫一切苦难中，迄个因是以色列百姓。讲以色列百姓伫一切苦难中，伊也当受苦难，迄个伊是指上帝，还是指圣经耶稣基督，拢会使。啊，佮再讲安怎？并伊下面前的使者真救因，因为伫苦难中间，伫埃及做奴才，啊，所以安怎？伫苦难的中间，就差派使者安怎样？真救因，伊用慈爱甲怜悯救赎因，伫古早的日子常常抱怨、怀揣伊。啊，第10节讲，后来因竟然悔改，啊，佮说你有讲啦，互圣神安怎样？担忧，伊就转做因的对敌，亲自攻击。哇！我读即句我错一条咧。咱常常在讲啊，迄魔鬼在攻击我啦。啊，迄对一人哦，魔鬼照着伊在攻击我啦。我读到即节的时，反击一人讲，有当时毋是魔鬼呢，当咱反叛。当咱互上帝烦恼，当咱互圣神担忧的时，迄个攻击咱的，竟然是上帝本身。啊，你敢知影？你敢知影吼？耶稣讲一句话哦，我头尾就这个耶稣讲啥呢？讲什么人？我请你来看哦，请你来看。这个是12章，马太福音12章，这张真长啦吼，我甲你讲，互你听就好。耶稣有一摆，甲一个青眉、佮臭耳的人医好。这
这个人吼，车迷搁下到，耶稣甲赶鬼出去了后，这人好去。你敢知影吼？你敢知影？法利赛人讲啦，迄也无啥啦，迄个鬼王别做不赶鬼啦。所以犹太人骂耶稣讲有鬼附身，就是这。你有没耶稣伫遐讲一句话？讲我靠圣神做这样代志。恁竟然将圣神的工作当作魔鬼的工作，遐讲圣神是魔鬼的作为的，遐毋是毋捌上帝的人，遐拢是法利赛人，遐拢圣经读真熟的。耶稣讲一句真严肃的话，这个人惹圣神会生气。耶稣讲哪？因永远袂得到赦免。所以兄弟姊妹，你只要发现讲，伫圣经内面在讲圣神吼，是真严肃的代志。圣神是三位体第三位嘅上帝。所以直接讲圣神的担忧，有兄弟姊妹，迄毋是小可代志哦。啊，伫罗马书15章30节，保罗讲圣神有听。请问这个炮的，这敢有听？无啦。啊，佮说咧，讲圣神有分别，伊有绝对的主权，我拢有圣经在底下。直接讲伊参透万事，伊会感动人，伊嘛会审判人。所以兄弟姊妹，有接要不然讲，你直接看到圣神吼，伊的作为、甲伊的位格、甲圣杯、甲圣囝拢共款。直接讲，第三讲，伊的职务是啥物？伊是保卫师。保卫师，我会记我顶摆有甲咱解释过，保卫师这三字吼，讲甲真简单，毋过这三字啥意思？中文讲保卫师，这字希腊语来好用，所以伫英语内面，这字会做三种话，会做 counselor， 会做 advisor。是会做 defender， 保护咱的，做咱的帮咱的，是扶持咱的。所以这字无啊种中文总规个会做保卫师的意思，就是保护甲施恩惠的上帝。所以有做保卫师，嘛对的。保卫师伊是啥？伊是真理的神，因为只有伫伊内面有真理。咱所捌的真理是对圣神手术，对圣神启示。所以我甲咱讲，兄弟姊妹，当你真正捌圣神的时，你读圣经，你会知影真理伫倒位。当你经验圣神的时，圣神会带你判断圣经的真理是啥物。当你互圣神带的时，你袂行伫异端甲骗算的顶面。咱若会通去经验圣神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家庭，伫咱的教会，圣神伫咱的中间，教会就要有紧。所以有真人讲啊，阮老啊，阮无效啊，无法的。老的吼，甲无法的，迄拢正确，总是看伫咱的中间有圣神伫中间。我来讲一个故事，兼在咱大家拢知影吼。你知影伫恁加州有一间教会叫做 Church on the Way， 中文甲号做道上教会，道上道路的道上教会。迄个牧师真好写曲，真好教唱歌，做 Jack Hayford。你知影恁有兴趣，大陆会晓唱无？伊就做演歌叫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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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有没有？你去那有晓对不对？这是写的。伊就是去英国，看到英国女王出来的时候，迄个皇帝出来时，迄款威严哦。你讲美国无皇帝咧，美国无王啊吼，是讲咱的主就是王，写的就是咧演讲归了上帝。这黑粉，伊的教会。叫做树红教，伊的教派叫做
Foursquare Church， 四方教会哦。啊，我做顾进前啊，差不多30-40工前，伊互因咧总会派去因即摆咧建教会。啊，总会互伊命令就是讲，你吼去教会，啊，这教会剩10几个人，啊你啊这拢老人，你甲因安排，啊安排好了吼，带因得到安慰，毋是安慰，得到安慰吼，啊了甲因吼，都带去别间教会，啊这间教会吼，迄个 property 你甲卖掉，啊将迄钱摕倒来交总会，安尼个代志就交代啊，安尼。啊这科本就去啊。当然，甲牧师娘甲囡仔啊去的时候，啊10几个人，老大人伫遐，啊看看伊感觉这教会真正要死啊！啊你毋知教会要死嘛？要死会用咧？啊大家拢要死哪会？啊吟死嘛，足细声啊，就大家准备要死安尼。啊偌趣味咧！伊讲教会形象出来的时候，伊开始伫遐，啊嘛带大家吟诗啦。毋过奇怪咧，像大家吟诗的时候，圣神伫个心内一直感动讲，迄毋是圣神的心意咧，迄毋是主的意思咧。伊讲主啊，这若毋是这意思，这个教会剩10几个人要安怎？你毋知影？圣神甲伊感动啊，我互你有即种恩赐啊，唱歌、学乐啊、敬拜啊，伊拢开始。将上帝予伊的恩赐带敬拜，啊！你带敬拜中间遐人讲，纪念上帝伫遮哦，圣经伫遮哦。你毋知即个教会到尾有关系无？无。啊！你毋知即个教会即摆有偌济人？听伊讲，捌上悬的是到万几个会友啊。圣神啊伫遐。圣神就咧运作，圣神有绝对的主权。当咱有较无的心，上帝要通过咱的恩赐来定心起造伊的教会。所以我伫遮要甲咱讲吼，莫违反迄个做死亡的阴影伫咱的教会内面咧足晦气啊！迄是魔鬼咧做的工课。啊，若咱开始咧感觉讲。无管起来袂袂了，所以有啥安尼较好势吼？迄拢出伫人的心的想法，啊兼再是出伫魔鬼，我毋敢安尼讲，总是足清楚迄是人的想法。所以求主真正帮助。那佫刷落去，圣神是啥物？是圣杯、圣影所听。我拄则所讲，遐个圣经在，咱拢读了。咱毋当想讲，圣神我听阿爸爸上帝，我听耶稣基督，安尼伊啊圣神啊，迄第三个吼，迄第三个更多后壁无要紧。你敢知影？你若读圣经的时，你讲经讲阿爸爸上帝听圣神，耶稣基督听圣神，啥物人得罪圣神？阿爸爸上帝受气，圣囝耶稣基督受气。所以你得罪圣神，定罪圣杯圣囝。即摆我要甲咱讲，圣神吼，若蒙着你了，伊要用你的时，爱真正敬虔的心，互伊用。迄个罗川牧师吼，伊头一摆伫高雄，一摆伊拄经验圣神中哦，啊了高雄一间教会请伊，啊你高雄一间教会咧是哦，一摆这可以是用圣神作用伫咧内面，啊，大家咧吟诗，真正感觉圣神伫迄个所在。啊，聚会要结束的时候，大家咧期待讲，牧师要甲大家祈祷安尼啦。哎呦，100人咧聚会，啊，圣神伫个心内甲伊讲，我要甲即间教会牧师祝福，安尼啦。啊。我是毋是讲，牧师讲迄阵交情搁大汉咯？啊，牧师对这无啥个事。老牧师来讲，嘿，牧师请你来，啊，牧师对后壁碰，爱讲土家是地板的哦。啊，牧师听头一个是，啊，老牧师讲，我奉耶稣基督圣名甲你祝福。啊，未碰着讲倒位啊，
啊，倒去迄魔术做大片哦，倒去讲，嘣，啊，头壳讲嘣嘣嘣嘣摇一下咧，还有人大家哇，头前这一排人吼，就咧期待讲，啊，老魔术上紧我，这个魔术家甲讲咧，啊，就惊我诶，正是我咧甲因祝福我去，头一个往内中倒落，第二个倒落，啊，到第三个倒落时，正是讲 stop， 安尼就好啊。啊，大家咧期待讲，即摆着我，啊，圣经讲 stop， 到遮就好。啊，你毋知内面一个声讲安尼，哎哟，大家拢在期待你讲的，大家倒来，迄拢嘛偌好咧。圣经讲 no stop， 你毋知伫个内面咧真正，要看见人的需要做。还是要听圣经的，敢若伫个心内咧真正。啊，伊吼，迄阵决定顺服圣经。伊甲大家讲，我甲咱大家讲，圣经甲我感动讲，今仔日聚会到遮已经真晚，啊，所以咱吼，明仔载我相信圣经有新的办法要做，所以恁我搁说啊，照着讲，哇，是无？总是要结束。老牧师甲讲一句话，讲我若伫迄个时阵不要顺服圣经，是我咧非常叫做应观众邀请，圣经会离开我。咩样是因为你若无不要想要顺服，啊，你会出问题。我是要讲，我望咱就较无圣经，我望讲今仔日我有机会，我来求主帮咱，咱教会较无圣经上好。啊，我要甲伊讲我家己的经验，圣经是甲圣杯同款，圣顺圣囝同款，值得咱尊敬。那尊敬的是敬畏的神。我甲罗牧师去世界一个所在啊，特别若去台湾、中国，还是而且若去华人所在，拢伊讲伊咧讲啊，我甲翻译。啊，阮转去伫台北，去伫富邦的一个迄个迄个做聚会中心哦，台北有几间教会邀请阮伫遐训练。啊，伊咧翻译甲我伊咧讲啊，我翻译后面只我讲伊翻译安尼吼，阮两个吼，若圣经降临的时候。阮两个毋知谁在翻译，谁在讲，分袂清嘞。啊，有一早起，我甲伊讲了，啊，结束见困，就咱拄则去困的时候，一个大学生查某囡仔对后壁走来，然后丁牧师，讲啥物贵事？伊讲好，我看到你咧翻译了好，伊讲我即摆是师大吼第3年，啊，我即摆读迄个做外文系，啊，我5万会通记到迄个文字，你替我祈祷好无？你想我安怎反应？我讲好，啊，毋过我是咪来讲，你来当是我也好。但是我要来讲吼，伫圣经的光照下面，咱的啥物心拢走出来。我嘴咧讲，好，啊心仔来讲啊啦，你来当是我也好。迄个骄傲伫内底咧听是啥物？毋通是我有圣经中我人无做哦。迄罪性了掉伫内底咧，啊！你毋知迄个人圣经甲讲，你家祝福，啊祝福伊吼，像你会通服侍主。圣经足清楚甲我叫我甲伊讲安尼，讲伊祈祷，啊！迄就是我昨暗甲你讲，你若当领受圣经，圣经会甲你讲叫伊安怎祈祷，啊！你祈祷出来有效有力，啊！你毋知影？即句话我就无爱讲。我家己祈祷，祝福主啊，圣经啊，叫你充满呀，互伊真有智慧，互伊真牛，有啥物？好，我讲一路伊嘛欢喜甲。啊，毋过圣经爱我讲的，我就无爱讲。为什么？即项代志，敢若我甲圣经知来，你拢无知啊。啊，我即马讲互恁听，因为我知影圣经是啥物，我了解。啊，迄对我一个足大的教示。我祈祷了，这真为欢喜，甲感动，到遮就走啊。等下迄堂要开始的时，圣经伫我内面讲，你无顺服，我袂当赢你啊！我惊死了。
啊，第二堂开始，我知影圣是伫我，啊，我会当反正无问题啦，因为反正嘛孝顺，啊，无人知影。我知影圣是无欢喜，因为只话我来讲吼，迄场结束了，我啥物人我都毋敢打招呼，我总爬去我楼顶房间内面我跪落，我伫主面前忏悔真多。我知影我无资格，因为我知影我的罪行了发达，主求你赦免。因为我真多了，圣是讲好，我搁一摆求了。但是因为对阵开始吼，对阵开始，啥物人若来问我吼，讲要祈祷、要祝福啥物的吼，我拢祈祷讲主啊，你赏赐我吼，你3倍、10倍互伊。因为我发现一点，咱的主是安那？是丰富，啊，佮慷慨的上帝。你如何互人，上帝互你愈济。当你愈唔摕出来，当你愈唔服侍，你所有的有即种问题。啊，你毋知我昨甲咱讲吼，我阮有迄个录音落吼，啊，遐个 video，遐个阮要送互人。啊，迄是我发明一句话啦吼，当时有足侪人捌安尼讲啦。后来我知影，迄主教是我真多咧。其中佫有一摆，我的父母是个白人嘛，有一日倒来甲我讲，迄杨师傅啊，你讲吼，好，我去这一间教会讲道吼，啊，我甲你的讲道摕起遐讲好偌好咧呢。我想要来讲，好，你这 copyright 甲抢去咧。你拢无尊重我，啊！你毋知我咧祈祷，我副牧师来甲我讲道摕去排位讲，啊！你毋知甲信士咧讲话足趣味，啊！信士问我讲，啊！你的讲道谁互你的？我互你的。啊！信士讲，啊！我互你，啊！你互伊有啥毋好？哦，我才发现我足自私咧。我是讲这是我的 copyright， 因为现是因为。我伫迄时阵伫主的面前，佫真多，啊，所以，所以我一句话讲 ，copyright 就是you have right to copy， 因为是对主来的，啊，若对主来的，我嘛毋是原作者咧，原作者是上帝，所以现像当你伫现实的内面，你所经验到的，哦，耶稣基督什么款，现实就是什么款。啊，咱的阿爸爸上帝是啥物款？啊，因的迄款个性，咱的主体期待，你嘛亲像伊安尼，安尼咱才会当做伊的囝。所以我直接即场足重要要帮助咱件事话，咱三甲来想讲，咱的阿爸爸上帝，主耶稣基督安怎听啊？圣经安怎帮助咱？啊，你欢喜，帮助真心，啊，互伊来用你，互你。真做伊所生的囝，我迄是真重要、真水的责任。刚我搁选去要讲真重要的代志，其实咧我讲即场到几点？啊？12点半。12点半。12点半做几点？11点50。11点50。我搁一我去讲，我讲袂了，真歹势。好来。我要甲你讲吼，圣神来，圣神真爱充满。啊，我要甲咱讲吼，咱中间有毋是基督徒的有，啊，即个还未洗的信仰所有，有一个好好，啊，好个两个，好，啊。恁若还袂洗礼，无要紧啊！啊，我即要讲的就是讲吼，这洗礼的人吼，你想讲是你洗礼对，你要信耶稣是你决定的对不对？所以拢要洗礼，你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无？你讲是，拢讲你对不对？总是我要甲你讲吼，圣经内面毋是安尼讲，你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是圣神的工作，
我拄则有讲过啊，讲阿爸爸上帝准备救赎、救恩，啊，耶稣基督来世间成就救恩，啊，圣人咧享受救恩。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这内面拢有吼。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讲干哪？见若互圣神感动的，就无人袂称耶稣基督是主。或者句讲，你会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是圣神的感动。我直接鼓励，这还袂洗礼的人吼，求圣神帮你。你唔知，你看圣神看无，因为圣神是个风啦。啊，风你当时知影风存在，风就是空气啊，空气你也袂感觉啊，总是空气啊，震动比做风的时，你就感觉来。所以当圣神伫一个人的心内底震动的时，摸着你会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表面上敢若是你咧决定，毋是圣神拣选你、摸你。啊，咱这基督徒，我有记一个例过，你现在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的感动，因为安怎呢？我捌记一个例吼，讲若耶稣来，不，若讲我来咱的中间，咱拢毋是基督徒，我记一个，你来时候，恁兄弟姊妹，我甲你讲我直接要报告恁一个代志，毋望恁大家欢喜来接纳嘛。我伫2000年前吼，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吼，是犹太人吼，30几岁吼，去互迄个犹太人掠去，交互罗马兵吼，讲到要半小时，了家己喺顶是袂记，死啊！伊死是为着你死的，你要接纳无？你若有理性的人，你要小可读过册人，你讲神经病，叫一个犹太人2000年前死，讲伊就为着我死的。你若不爱讲，我就怎讲？我台湾人啊，我搁住伫美国，我搁住伫现代，2000年前的人，不死了，讲伊死为着我死，我就还袂出事咧。毋过你今仔接纳，迄敢有理性？迄是超越理性，毋过你接纳。圣经讲什么？迄是圣神感动你的，圣神讲迄是上帝的囝，所以伊做是为着你做的，你接纳，你伫个内面你就得到救赎，所以你接纳吧。所以圣经内面你甲咱讲头一项代志，圣神感动咱，就像咱做基督徒，因信称做义啦。所以头一项咱嘛会使讲，袂使弘敢批评讲咱无圣神。无圣神，咱哪会当接受主耶稣基督？问题是对，你知？问题圣神伫圣经内面，你甲咱讲，伊伫做2项足重要的工作。头一项是圣神点伫咱的内面的时，伊有一个足重的目的，要改变你的生命，要将你的属亚当夏娃迄个罪性改掉。所以圣神要住伫你的内面，还要改变。当圣神改变你的时，有一个结果会出来。迄个结果是啥？毋是1日2日啦，敢若一丛树啊，一种落去，到大丛，佫会结果子吼，我一段时间咧。果子是啥？圣神的果子，记伫对。加略派第5章13节、14节，遐讲啥呢？圣神所结的果子有啥物？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等等拢有偌济。高粱果子对毋对？我敢若捌甲讲的吼，你若讲高粱果子毋对啦，是一粒高果子，圣神结一粒果子中有9种无共款的特色，因为一摆上帝予你的是完全的，无迄落讲，无人讲我信耶稣了吼。圣神也无真爱互我，所以我吼讲话嘛有下叫吼，所以我无听，因为圣神无规矩，迄款听我。但是即摆毋对，啊是讲吼你爱啉酒，啊是讲爱跋筊，圣神都无收出我节制的，迄拢毋对。圣神一摆互咱食的，英语讲是 whole package， 所以一个伫主内面的人，
伫压缩基督的内面人，圣神帮助伊内在要创啥物？互伊经验上帝恩典了后，伊生命会改变愈来愈好，就主耶稣基督关系。迄叫做圣神内住伫咱的内面的工作。啊，即个工课吼，圣神会继续住伫咱内底，住到偌久？永永远远。因为咱信耶稣了后，足侪人想讲我信耶稣就是啥？就我洗礼了，我就摕到天国的 passport。但即摆若有人违反观念吼，迄就毋对啦。我教会足侪大陆的人来吼，啊，我拢甲伊讲吼，你毋通信耶稣了，啊洗礼了跟绕跑去吼，迄无效哦。我甲伊讲，得救，我讲得救三部曲，得救三部曲。头一个叫啥？叫做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啊，你因信称义了后，你袂使拢停的呢。因信称义足紧的，我欢喜接受耶稣基督，啊，圣经点入我内面，啊，我就信耶稣，我就得救啊咧。对，总是迄是得救的开始。你会记保罗伫罗马书第10章第90讲啊，你若喙认心信耶稣基督上帝会对死过我，你就要得救。啊，就是人掠即种讲，我信耶稣我得救啊，无啦，迄是得救的开始啦。啊，迄是叫做因信称义，佮续落去，圣神要带咱进入啥物？过圣洁的生活，正神的生活。所以英语叫做 sanctification。头一个叫做 justification， 啊，第二个叫做啥？叫做 sanctification。你要因为信来称义了后，你要过正神的生活。啊，我只要请问咱兄弟姊妹，正神的生活要偌久？免讲啦吼，伫世间的日子拢爱啦，到死啦，好无？到死吼，兄弟姊妹。迄个 justification 真简单，因信称义吼，啊，佮续落去 sanctification 要过正神的生活，是你一世人着命。啊，圣经内面讲，你毋通靠你家己，因为你家己内面还佫有足侪歹的个性。我拄则甲咱讲过，包括我有圣经，像我嘛还佫有遐旧的性咧，即斗争，迄叫做争战。迄是得救的第二步啦，啊，得救第三步叫做啥？叫做得荣耀 glorification。啊，你当时会当得到迄个，当你伫世间一口气结束，耶稣出现伫你的面前，要带你倒转去，要带你进入荣耀内面，啊，你的得救才 complete 完成。所以兄弟姊妹，咱要行伫对，行伫迄个叫做 sanctification， 过正神的生活的内面了精进。所以咱得救是一步一步来，啊，这款基本的信仰，咱就爱教会友。咱若无帮助会友吼，咱会友真容易行唔对，啊就惨。啊，圣是要一步一步带咱。啊，进入 glorification， 所以咱的得救是一步一步头前行，所以基督徒来帮咱啊，啊，这拢谁在带？圣神在引带咱，啊，这叫做圣神点伫咱的内底时，咱要经验着，这是圣神的头一项做的工作。再来，圣神一个人的顶面。要做第二项工作，叫做啥呢？圣神外在的充满，圣神外在充满。我拄则咧讲，圣神内在点伫咱的内底，伊圣神头一个工作。过来第二项，圣神外在能力要降临伫咱的心中，啊，圣神外在能力降临咱身，要创啥？要创啥？要服侍主。上出名的圣经节伫对咧？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
主张主人传第1章讲啥呢？耶稣对死过活了，连40日甲伊门徒斗阵做伙，啊到40日半的时，耶稣自己的学生，大家伫倒位？是毋是伫克西马尼？毋是，伫橄榄山。啊，伫橄榄山自己的时，耶稣甲因讲足侪道理。啊，讲了的时，耶稣讲：恁爱当耶路撒冷等圣神来，因为圣神来的时，圣神要互恁得到快乐，啊，恁安啊，要为着我做见证。啊，所以耶稣讲一句话，伫伊个做。主论传第1章第8节，即句足特别讲啦，讲恁着等候圣神，讲当圣神降临伫恁的身上的时，恁要得到快乐，啊，恁要为着我对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为着我做见证。最后是啥物？迄个能力甲快乐。外在享受，要互咱见证主耶稣基督。啊，这足重要啊！之外，你知影吼？迄个外在能力临到伫你的身上的时候，有个人想讲外在能力临到自己，你就扑掉，然后就去起人。毋是啦，有人想讲，迄就是毋是，是你要得到快乐，你要得到能力，啊，你要得到能力的时，你要创啥？毋是要你真搞呢，是要你服侍主，要你为了主耶稣做见证。啊，迄个外在能力安那？当你咧服侍主的时，快乐伫你的身上。毋过你服侍主了后，迄个能力暂时摕去。啊，毋过当你需要的时，迄个能力就来。所以迄个特性是咩？圣神内住伫咱的内底是圣神，甲咱同在无问题。不过迄个外在快乐。是当咱咧服侍伊的时，有大快乐。我相信做牧师拢常常会感觉到，啊，兄弟姊妹你嘛会感觉到，一个牧师徛伫讲台顶吼，啊讲了的时候，足侪人去甲阿舅讲，牧师，哇，你今日讲到足有力的，我足感动。迄毋是我，也是毋是牧师咧，迄圣神降临伫个身上。啊，当牧师讲到煞的是安怎？迄个咧暂时摕去安尼，所以兄弟姊妹，这是圣神来要帮助咱，所以你服侍主，毋通靠你家己，你甲主讨。啊，圣神啊呐，你个赏赐你恩赐，啊，恩赐伫你的身上的时，你要运用你的恩赐来服侍主。能力甲恩赐是外在的，啊，即款能力甲恩赐，我兄弟姊妹真趣味吼。即款能力甲恩赐吼，爱足小心，真容易互人骄傲。我举一个上简单的例子，咱咧输球吼，一个晓弹球的人。甲一个互圣神蒙过会晓弹球的人，无啥共款。我来学了恁牧师娘啊吼，牧师娘真有圣神的恩膏哦，伊咧弹球无共款。甲一个讲好读着酒业，伊嘛行业毕业的人咧弹，迄无共款。阮教会有一个酒业毕业的，伫纽约足出名的，迄个钢琴老师哦。来，我来教书的。卡输一个迄个做无去读音乐学院的吼，咧敬拜时所弹的，无共款。阮就伊甲讲，牧师，你毋是讲迄个酒业毕业的？我讲是啊，哇，迄种够好弹咧，啊，毋过内面空空啦。啊，迄个某人吼，伊甲读音乐院讲无咧，伊跑到对细汉就输球弹。哇，这个意外，因为有圣神伫内面所弹出来无共款。我人讲吼，当圣神的能力降临一个人身上的时，要互圣神继续用，常常来保持圣洁，啊，搁保持啥呢？谦卑的。我来讲一个我老屁代志，互你听。
差不多20几年前，阮的总会伫恁洛杉矶吼开一摆迄落做全国的中级的零售会。我迄摆零售会差不多5、6千个人来。啊，毋知影啦吼，总会去规定讲吼，迄个有一早起的礼拜日，下晡早起的迄个早祷会吼，有1点钟的时间，1点钟时间要互亚洲的教会来负责，啊，一日要互非洲，迄个非洲的乌人的教会负责，啊，一日要互迄个做西班的负责。啊，亚洲教会要负责的时候，阮就去研究，啊，研究了教会也讲，啥要讲到，因大家吼。讲互相推选，讲张景祥啊，我当然捌用英语讲倒过啦吼，啊，毋过吼，要对即阵白人吼，安尼啊，牧师一大堆啊，长老执事弟啊一大堆吼，啊，毋是干那3、5个讲5、6千个弟啊，用一个足大迄个做迄个大学的什物会场吼，我实在是紧张咧，我当然认真准备啦。啊，准备了的时候，我惊背记拢背记吼，我背甲，迄英语背甲头壳歹有够认真，暗时咧困拢会忘记。有够认，啊，我毋若认真准备来听，我嘛安那咧，我嘛搁我拼命祈祷。啊，到有去过当去买迄落的时候，买过当去，迄早起买讲是块地铺，迄暗嘛调工爬去咧角内顶，迄探照灯就跟他我，啊，我看我大家拢有看，啊，我看下骹我呢，我开始紧张，啊，这实在是足棒的，我叫迫切祈祷。迄即摆我来讲吼，迄摆真正认真准备，啊，认真祈祷。迄摆我讲到了，我毋捌有遐尔济白人，下牧师甲顶落来我握手。哦，我迄摆我讲异世界，照着牧师讲，我异世界我毋捌听过即款讲道咧。啊，了后一个讲，我要来买录音带，安尼啦。啊，一个走去买录音带，买无，讲无录啦，啊，走来甲我讲，我听牧师啊，你讲道迄个无录落来咧。原来我心内讲，哼，看无起我。我拄则伫讲台顶心情充满好，我安尼写叫，啊落来，哇！迄个张某某原形拢走出来，我开始叫我是讲我，啊人遐一人甲握手，我恭喜我讲你讲我偌厉害咧，啊你毋知影？当我开始咧埋怨讲，哼，看我无去的时候，圣经伫内面咧甲我讲。嘿，你有看过？就是你张某某本头。嘿，即话我惊一条，我毋敢搁伫遐毋握手。我走入我的房间内面，我搁再反悔真多。当咱开始做一寡代志袂歹的时，啊，咱会从啥？将功劳应当归互家己。啊，伫迄款情景里面，我开始看别人无去的时。我应该是咧犯罪，所以当我徛伫讲台顶，圣神的充满，圣神的用，因为我有谦卑咧讨。啊，我落来时，当人家讲哦你真好的时，我迄个老的我，叫我拢出来。啊，魔鬼嘛伫边仔讲袂晓慢啦。所以我来讲要服侍主吼。要我个性是太操练了。我今仔甲你讲，我这老柜台，啊，这拢事实。我袂伫恁的面头前讲我吼，我性情像我来偌厉害。有啦，迄毋是我，迄是主的问题。所以兄弟姊妹，这叫做性情外在的相处。超过是干哪？到当时。啊，搁一个就是后个真好。你咧爱困袂？我搁继续讲，等我爱困，再甲我举手一下。
你敢知影吼？搁说落去，迄个温水，我是要来讲圣经要先说温水。温水吼是圣经要互服侍上帝的人，要互服侍主耶稣基督啦，伫教会内面的什么的工具，请注意，温水是工具，敢若亲像一个师傅要创啥？要做工课的时，你讲伊技术偌好，啊偌厉害，啊讲做甲偌好，伊若无工具有法哩无？有法度啊！你甲一个足够迄落做啥？做椅仔的师傅吼，啊你摕两三块棒仔互伊讲，来，你甲我做一条椅仔，伊有法哩无？绝对无法哩啦！伊无工具要安做？所以请你注意，圣经毋若将能力互咱来听，伊会将你所需要的技术，迄就是啥物？就是温水，要先做你。啊，我是这要甲我甲咱讲温水吼，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基督徒毋是基督徒，上帝拢有自然赏赐咱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才调，还是讲才华啦。啊，这个才调还是才华，不管你有信仰所无，上帝拢会互咱。我记一个咧，音乐伫教会内面有，啊伫教会外面有无？有啊。啊，熬算钱吼，咱教会需要这款人才对不对？熬管销，啊你外口有无？嘛有啊。所以迄叫做啥？叫做一般性的温数。互咱啊嘛有互什么？互外口的。啊，总之我直接要甲你讲吼，这个才华，这个才干，若用伫教会内面，通过圣神束缚过，遐拢称作温顺。包括这你搞唱歌，包括你搞算钱，包括你搞款内面。包括你有做这个事，包括你会插花，这个若用伫上帝国内面、伫教会内面，互主用的，迄拢叫做文书。啊，伫圣经内面吼，保罗有特别讲三款的文书，头几种文书就是一般的文书，就是唔系一般唔是，就是叫做每一个人拢有的。啊，第二项叫做特别的文书，特别好调的文书，记伫伊有数。头一人迄是记伫罗马书12章，啊，第二款的文书记伫以弗所第6章，讲伊所述的有先知，啊，搁来咧有使徒，有先知，啊，搁来咧有传福音的，啊有牧师甲教师5种，啊，迄叫做专业性的，就牧师其中间的一个，啊，搁来第三项。我是要来讲，第三一种文书叫做啥呢？叫做超自然的文书，还是叫做外显外显性、外显性的文书。我来你讲吼，咱普通的教会一般的文书拢无问题，啊个专业的文书咱嘛无问题，敢若第三款。这款特别性的，还是讲有特别温数的，这款吼，我敢相信咱的教会，嘛真罕你讲，有的教会根本就无法讲。啊，这有几项，这拢有9项。我小可来讲互恁听来吼，请恁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我请咱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咱对第1节开始读到11节，我来读吼。哦，本的圣经，
来读12章第1节，讲兄弟啊，论到圣神的恩赐，我无愿恁无明白。恁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受牵引、受迷惑，去服侍迄个异教偶像，这是恁所在的。所以我甲恁讲，互上帝神感动的，无人讲耶稣是人救主的；若无圣神感动的，也无有人会讲耶稣是主。第4节开始讲，恩赐原有分别，圣神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伫众人的内面运行一切事，圣神就是讲圣灵显伫人逐人的心上，是要叫人得到利益处。有人，即个人得到圣神赐予智慧的言语；迄个人得到即个圣神赐予知识的言语。阁有一人得到即个圣神赐予信心，也有一人望即个圣神赐予医病的恩赐，阁叫一人会行异灵，阁叫一人做先知，阁叫一人会分别主灵，阁叫一人会讲方言，阁叫一人会通翻方言。这一切，拢是即位圣神所运行，照家己的意思分予逐人的。像即摆你读这圣经，你读过，叫要读。总是这段圣经吼，内面咧讲圣神有一种特别 special gift 特别的恩赐，啊，这9种恩赐是特别到这个教会唔敢用。头一款叫做啥呢？叫做智慧的言语。什么叫做智慧的言语？像即摆你咧开中秋会时候，唔知捌试过无？啊，一人代志唔知要哪解决咯。啊，有真敢有一人啊啦。讲一个 idea 出来了，足好，这圣神感动你哦，啊，代志解决啦。这叫做智慧的言语。我讲这9种恩赐对旧约到新约拢有，啊，唯一一个人有全部这圣神的恩赐的，是啥物人？耶稣。这款智慧的话吼，你看耶稣。人要甲辩论，人要害耶稣，摕一个钱啊，摕一个钱讲，无耶稣，人来问讲，纳税互该煞通啊？耶稣袂使讲通嘞，伊若讲通，伊用当做叛国嘞，反犹太人的规矩啦。啊，耶稣若讲毋通，惨啊！伊有罗马政府来管嘞。啊，迄时候免怎？智慧的言语就出来啊！耶稣讲：恁中间啥人有一个钱仔摕来我看看。啊，毋讲迄钱啥物形象？讲这该撒的。耶稣讲：该撒的物归予该撒，上帝的物归予上帝。哇哦！你看智慧对对来。啊，耶稣有一摆去互一群人去掠一个查某人，来讲这查某人。在犯奸淫的时，犯掠着，啊，照摩西落来该死刑，啊，你看安怎？啊，伊就是耶稣，若讲毋通啦，我叫恁爱有疼心啦，惨啊，伊是无守摩西律法。啊啦，伊讲啊，你照摩西律法，甲拍死啦。有啊，你开嘴合嘴，你讲三疼，疼下面，啊，你一点仔疼下面都无，安尼变怎？而且我。伊教伊管就好，我一直咧想讲，我若逐摆拄着这代志哦，啊人若甲我问这个甲问的是，我是先着分，啊恁就是要害我啦。所以讲耶稣无，因迄叫做智慧的言语。耶稣条工拖，条工字拖骹写字，啊激起来人咯，啊你无赶紧回答，啊这人耶稣徛起来，讲恁中间啥人无犯罪？通伫剃头只石头甲顶，啊圣经讲哪？讲对老的吼，石头就表啊；对老的到少的，对老的先开始石头迄条啊，一个一个选。啊，耶稣去，迄人无人伫啊走啊。啊，耶稣讲，有一人甲有人定你的罪嘛？讲无，拢走啊。
比如耶稣讲一句上水的话，迄毋是智慧的话，迄叫做稳定的话。耶稣讲安怎？去啊！我嘛无定你的罪，毋过对打了后，毋通搁犯罪。也是因为迄款智慧是不得了。念咱共款时、共款情形发生伫回教的内面。穆罕默德有一摆有人掠一个有钱人，甲告诉讲，这有钱人还家己。毋过伊有心，即马掠着。穆罕默德佮讲真好，放掉。啊，大家讲哇，穆罕默德佮有疼心无？过几个月后，即个有钱人先杀了。穆罕默德下令掠出来，放死。因为无共款，你看咱的主耶稣基督。我每一摆若想到这吼，我真正对圣经内面圣神的感动，我真正伫主的面前，毋知讲五体投地哦，还阁有法度形容主的疼，主的智慧对圣神来，迄叫做智慧的言语咯。哎呀，即摆你需要，咱大家拢所需要。啊，第二项叫啥？叫做知识的言语。啥物叫做知识的言语？将伊心内稳重的秘密讲出来，迄叫做知识的言语。耶稣有一摆伫树家，约翰福音第4章去找一个古井边的有钱人咧抢水有无？迄个有钱人安怎？透中道来抢水。耶稣甲讲，耶稣讲，请你一点仔水我啉无？迄个人我受气讲，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啊，你是查甫的，啊，我是查某的，你敢要甲我讨水？耶稣讲，你若知影即个甲你讨水即个人吼，是啥物人？你若要水互伊，你要阁救伊，对伊讨水哦。伊讲，那这古井遐深，你要对摕水互我？啊，你讲你的是活水，耶稣讲，我的是活水哦，啉的人永远袂喙焦。啊！你啉这古井水会阁喙焦？啊，这有人讲，我安尼真好，我来先生，拜托你水互我，啊，我就免走来遮抢水。啊，你阿耶稣在迄个机会到，耶稣讲，你去叫你的丈夫来。迄个有人面软来讲，我无丈夫。啊，耶稣讲，你捌有5个丈夫，啊，这要甲你困做伙，迄个嘛，我毋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讲了对。我有人食一条，我你若知影，啊，你敢袂先知？你看对阵开始，这个有钱人生命改变，迄叫做啥？叫做智慧的知识的言语，将伊心内稳静讲出来，毋是要甲伊谴责，毋是要甲伊骂，是要帮助你倒转来伫上帝内面。我兄弟，即摆即款分数好啊歹，足好诶，咱偌济人有。即款分数上难互咱的。你看旧约圣经吼，旧约圣经，但以理会当去甲冤枉对无？啊，约瑟有见无？迄拢是知识的言语。啊，约瑟吼，甲法老的梦完了的时，爱甲伊讲，你来去找一个有智慧的人来做这个代志。爱讲要找智慧的人，啥人叫做你啊？因为啊，伊佫将迄个梦讲了后，佫将要安怎样处理？知识的智慧的话，佮甲讲，因为这拢是圣神手做的文字嘞。哇，这你要爱无？啊，有个人将这款智慧的知识的言语，甲当做这算命的人，讲到总无记代记哦。你伫教会内面有这款文字，我讲较紧。第三叫做啥？第三叫做信心。我想讲解释一下。第三项叫信心，因为即摆叫信心嘛，毋是，或者讲了佫一篇。这信心嘛，毋是普通的信心嘞。你知影伫咱的信仰内面，圣经内面讲信心分这3项。头一种信心是普通人，不管你啥物人拢有的啦，迄叫一般性的信心。
一般性的信心，咱若无就真头前，你知无？一般性的信心是啥物？就记一个咧，咱捌去餐厅食饭无？啊，你去餐厅食饭，迄位做菜盘来，咱祈祷了，来哦，啊，就硬咧食对不对？有人讲，等一下哈，我举迄个银的汤匙试看卖，有无？无啊。啊，你哪会总敢食？因为你有一般性的信心。你想我若袂甲你偷啦？啊，你捌去寄批无？捌吼。啊，你有迄个伊个批档，你甲你个批落个批档内底，你就讲哦，啊，这条批吼，我无等甲迄邮差来摕去，我无放心。有人会总徛在等咧，袂啦，因为你有迄叫做一般性的信心。啊，你捌坐飞机吼，啊，你机票买去就这样咧。啊，你若知影，我即架飞机通送你到你要去的位，迄叫做一般性的信心。啊，咱逐个拢有，我咧讲兄弟姊妹，有个人无呢，还是病态啦。我有一个亲戚吼，我的亲戚，因牧师爱因后生吼，叫我读册，啊，大学毕业了吼，去日本的华西达大学吼，聘伊做英语的教师，啊，伫咧教英语。啊，有一次车祸，啊车祸了的时候，好去啊，好去啊，煞开始无信心啦。啊，逐摆教车了的时食饭吼，拢啊对学生去，啊去迄落做自助餐吼，啊看伊学生念啥物菜，伊才念啥物菜，啊念规盘了买食，啊着对学生行，啊到行到遐吼，伊看迄学生念咧食，啊无问题才食呢，啊到尾叫学校发现，因为行为怪怪。啊了吼，然后叫伊转来，怎转来？啊，因老爸带来找我啦。啊，我讲啊，你讲我毋知，我就会惊咧。我讲你惊喏，啊我讲啊，我拜托阮一个兄弟，我拜托你捧一杯水互我啉。啊，你兄弟捧一杯水，我会啉要啉无？我讲你安那？我毋知迄有倒无。我是咧惊啥？我从伫遐啉，啊我啉落是目睭金遐大个，哎哟，你遐敢？我讲你有破病，你敢知影？伊讲敢有。对阵我互伊知影，伊甲我无共款，我开始带伊祈祷。我甲伊个老爸讲，你逐礼拜来教会，礼拜带我带祈祷。感谢主，来2个月了后，伊完全得着好。这叫做一般性的信心啦，咱逐个拢有。哦，啊有变态的时候。有个人安那呢，透早爬起来，无暗时要困哦，去看门，毋知有关无？看10摆。你捌看听了人无？迄就是变态啦，迄就是一般性的信心无啦。哎，因为这叫做啥？叫做一般性。第二项叫做啥呢？第二项伫信仰内面叫做得救的信心。哎，因为你去天堂嘛未？有人去天堂过无？无啦，我无相信哦，因为遐活咧。啊，你哪会知影？你有一日死了，你会去天堂？我确实，啊，兼且我甲你牧师共款啦，阮牧师定来伊个人做是创新哦。啊，迄人死我爱看就知影讲真正有得救无咧。啊，我真正看见遮个人。圣经的应允，我知影是一对上帝来，所以我知影我有得救的信心。因为有一摆吼，台湾有一个长老来阮遐，我有准备咧，我讲哎，我长老，你吼有啥物传统？伊讲我伫阮教会我拢在教仙人水药，我真好啊！我请你来咱主持一摆仙人水药。啊，伊仙人水药主持了，啊，处理了袂歹。我就甲学了讲，我袂歹咧，这做长老训练了好。啊，伊讲啊，妈妈有啦，啊，我干那伫烦恼一人，毋知影上帝，毋知要我得救无啊？我讲你信主信偌久啊？伊讲差不多40-50年。啊，我讲你做长老做偌久？我做30年。我讲啊，你做长老30年，你毋知你得救无？
伊讲无啦，我著足惊讲我要死之前，毋知去犯罪未啦。啊，我吼嘛做上帝无欢喜诶代志，上帝嘛无欢喜，嘛要人庙啊，即个事，我嘛真艰苦。我讲无长老，真实际，你比我一岁，不过我要甲你讲吼，你圣经头较熟诶，你毋通去不教影响，不教讲会通得到未，是看你修了安怎。总是我来讲哦，迄不教修行修过几十年诶老和尚哦，你若问讲你会得救诶，伊佫甲你讲伊毋知，啥伊毋知，因为照不教诶规经，你若讲你知，表示你犯着贪，啊你毋知等下佫犯罪袂，所以哦，你总毋敢讲你会得救袂。我讲兄弟啊，咱诶圣经甲咱讲安怎？咱诶得救是因为上帝恩典诶，是耶稣基督为着咱做诶，毋是我做偌好得救诶。伊讲何安尼哦？我毋知恁中间偌一人哦，对得救有信心无？我诶得救毋是我外教，是我诶主法为着我定死伫十字架顶。我今仔得救是因为伊诶疼，伊将伊诶救恩收束我，毋是我外教。所以兄弟姊妹，这叫做得救的信心。啊，这款得救的信心，咱有啊，足重要。伫咱的信仰内面，咱若家己还毋知影得救要教伊。啊，最后一款，好，最后一款我直接要讲的吼。伫假所咧讲的信心是啥物？伫假所咧讲的信心叫做第三款信心，这款信心叫做啥物？叫做惊天动地，还是讲叫做互无可能的事变做可能的事的大代志，的信心啊！你会记伫罗教经第7章耶稣讲安尼，耶稣讲：恁的信心若亲像一粒仔挂菜籽，吼，啊，恁对一丛树，对一丛酸菜树讲安那，爬起来，安怎去栽伫海里，伊嘛要食。因为你听到耶稣讲这个话时，你会感觉安怎？要开玩笑嘛，这种代志。其实耶稣伊遮所咧讲的，毋是干那得救的信心尔，哪边？这款信心是啥物？是惊神者，互无可能的事变作可能的信心。啊，伫遮所咧讲圣神要收束的信心，就是这款信心。啊，这款信心是啥物？无可能的事要变作可能。耶稣讲，你有信心的是，你命令一丛酸菜树爬起来。啊了，要栽伫底，栽伫海里，毋是栽伫树啊，会栽伫土啊，迄叫做无可能。哎呀，所讲，当你有信心的时，要互无可能变作可能，迄叫做啥？迄叫做信心。伫遮所咧讲，啊，即款信心，圣经内面讲是圣神特别收束的文字。嘿，兄弟姊妹，叫咱文字好无？好解啊，毋过咱无人解用。即款几点？安尼搞咧，以后才留咧以后动啊，留一点仔迄落做，甲你吊口味了，了无？但是我跟你讲吼，食诶吼，住伫圣神诶内面都袂好太好诶米。毋过今仔日教会我袂晓用，因为咱毋敢话做信息，就说一个网站咧，特别迄几个吼，佮说人家那里医病的文书，啊了咧分别主灵的文书，啊了讲方言的文书，啊来翻方言的文书，哦，这个拢足好足精彩，有主办在反正有机会再讲，咱今仔日食饭较大声，咱同心来祈祷。主，阮伫你面前，甲你感谢，求你帮助阮，会当伫圣神的内面得到更新，帮助阮的信仰，帮助阮的生命，帮助阮的思想，伫圣神的内面，搁一遍改变，愈来
愈亲近耶稣基督，阮会通互主因来引导你，愿主祝福，甲主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感谢陈牧师，今仔日这两个勉励，咱对着得到真大的勉励真正到昨暗2点到9点外今仔日咱们继续从9点开始，到这个先到2点到5点外我也非常手机，我也非常做明好读册时阵这样补习，隔日咧读册，所以我想真忝但真感谢主，咱今日。圣洁的引传，咱大家用简单的当得到明天就来把奖咱这是要来讲求咱的有吉祥的美名请咱来开圣诗498首，咱来唱希望歌498首。主你想主阮这么好时间，这么宝贵的信息，主当阮是祈求，我来咱存谦卑的心，我当来行主你所行路道路。感谢主，你想主阮这美名，因为上帝去照顾，愿大人向家健康身体，让为主做落家，因为主是主名，祈祷一切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心来求。阿门。咱即摆后决定，咱落去楼骹时阵，咱。